大家有冇試過一種關係？你明明冇做錯任何嘢，但係你越付出越攰，越想維持就越失去平衡。最令人不安嘅唔係對方對你好唔好，而係你開始懷疑自己。你會問係咪自己唔夠好，係咪自己做得未夠多？今日我想用分寸感呢一本書去問大家幾條問題。你以為你係經營緊一段關係啊，定係其實你只係延長緊一段本身已經失去咗平衡嘅關係？你以為你對人好，但係其實你係咪慢慢變成咗一個可以隨時俾人使用嘅人？分寸感呢一本書入邊有一個觀點，其實好簡單，關係唔係靠付出去到維繫，而係靠選擇去到維繫。一段關係嘅存在唔係因為你做得夠多，而係因為對方仍然選擇緊你。但係好奇怪嘅地方係，當人開始不安嘅時候，第一個反應唔係停止再做任何嘢，反而係做得更加多啲嘅關心，多啲嘅解釋，多啲嘅付出。你會以為自己係做緊維繫，但係其實你只係用自己去撐住一段本來應該係雙向嘅關係。大家有冇試過？本來你只係想普通關心一個人，但係你不斷嘅主動，你不斷嘅問候，最後變成咗你要等佢嘅回覆，甚至成日嘅情緒都會因為佢一句嘢而改變咗。一開始你會覺得自己係投入咗，但係慢慢你就會發現你唔係經營緊一段嘅關係，你係俾呢段嘅關係影響緊。我攞沉船嚟做例子，一個人如果每日主動關心遷就，一開始對方都會覺得你好好，但係慢慢你所有嘅好就會變成咗習慣，你所有嘅出現都會變成理所當然。當你有一日唔再做呢啲嘢嘅時候，對方未必會記起你之前做過有幾多，佢只會覺得你變咗。其實最關鍵嘅嘢唔係你做咗有幾多嘢，而係有一件更加現實嘅嘢，就係佢知道你唔會走。當一個人知道無論佢點做你都會繼續留喺度嘅時候，有啲嘢就會慢慢消失。例如考慮你，當一個人唔再需要考慮你喺呢一段關係入邊，你覺得仲係咪必要呢？定其實只係存在？我哋睇深一層，分寸感呢一本書其實佢都有講界線嘅。每一段關係有一條無形嘅線，佢冇寫出嚟，但係大家都知。分清楚有啲乜嘢你係要負責，有啲乜嘢係對方要負責，有啲乜嘢係你應該做，或者係你唔應該走去做。但係好少人真係會留意，因為佢唔係寫出嚟噶嘛。例如對方心情唔好，你陪佢傾偈冇問題，但係當你開始幫佢分析，幫佢決定，甚至你幫佢承擔呢一個後果嘅時候，你嘅角色其實已經變咗，你係由陪伴變成處理。你有冇發現，當你做埋對方應該做嘅嘢嘅時候，你就會覺得自己好重要？但係有冇可能你唔係重要，你只係方便，你唔係俾人珍惜，你幫對方承擔緊本來屬於佢嘅嘢？如果你將呢件事拉去商業嘅世界，就會更加清楚。一個產品如果不停加功能、加服務，甚至減價，短期內可能會有人用，但係長期咧就會發生一件事，就係用戶會習慣。當一樣嘢變到越嚟越容易得到嘅時候，佢就唔再需要俾選擇。或者調翻轉諗，一個產品如果需要不停加嘢或者不停減價先有人用，咁問題係個市場太難啦，定係你件嘢本身係冇價值呢？人際關係其實都一樣，當你不停去解釋、不停去補位、不停遷就，先至可以維持一段嘅關係。咁你係覺得你係被需要啊，定係被使用呢？問題唔係付出嘅本身啊，想對人好，想被需要，其實呢樣嘢係好正常。但係問題係你幾時開始唔再去判斷，你唔再問呢段關係值唔值得，而係不停問我仲可以做多啲乜嘢？當你去到呢一步嘅時候，其實你都已經唔係經營緊一段嘅關係，你只係維持緊大家呢一個結構。你有冇發現，當你越想去解釋自己，越想令對方明白你就會講得越多嘢。你會解釋點解你咁樣做啊？你會解釋點解其實你冇惡意啊？你會想解釋你嘅情緒，你會好想對方去明白你。但其實好多時候呢一種唔係坦誠，純粹只係你一個焦慮嘅反應。你係想確保呢段關係唔會出現任何嘅問題。但係當一個人完全變到透明，人就會對你失去感覺。人係會對未知係有興趣，但係會對完全清楚嘅嘢失去感覺。當一個人變成太容易得到，隨傳隨到，咁你覺得仲會唔會俾人珍惜？另外呢一本書講節奏，節奏呢樣嘢都好重要。節奏唔係你做唔做，而係你幾時去做。大家有冇試過？你一見到 message 就即刻覆，唔覆就會覺得唔安樂，你唔想佢等。但係如果你永遠都係即時嘅話，對方就會開始覺得你係理所當然。有一個好反直覺嘅地方，有啲關係唔係因為你做得太多而出現問題，而係反而你太過穩定，係穩定到對方唔再需要考慮你而作出選擇。咁呢段關係就會變成習慣，而習慣係最容易令人忽略咗佢本身嘅價值。有陣時候最辛苦嘅
嘅唔係一段關係出現咗問題，而係你知道佢有問題，但係你停唔到。你明明都已經好攰噶啦，但係你照去回覆。你明明唔想處理呢件事，但係你都照樣去承擔咗。你唔再係因為想愛一個人，而係因為你驚一停就會冇咗呢一段關係。你開始同自己講，再做多啲可能會好啲，再忍下可能會變呢。但係其實你心入邊係清楚知道係唔會。咁講到呢一度，唔知大家會唔會問，喂，咁情侶之間係唔係應該大家互相包容大家嘅情緒嘅咩？咁我可以答你，我絕對可以陪伴你，我可以安慰你，我可以喺你面對緊呢啲問題嘅時候做一個情緒嘅陪伴。但係呢一個問題其實個根本始終都係要你自己去處理翻，因為如果連呢一步都係由我去做嘅話，我就唔係變咗陪你啦，我係變咗取代你。當一個人唔再需要面對自己嘅話，咁其實呢段關係就會由連結變成依賴。我再講翻呢個現實嘅世界，一個主管如果成日都幫同事去解決問題，大家平時玩到好 friend， 完全係冇界線嘅話，一開始會大家覺得佢好容易相處啊，覺得佢好好人啊，但係慢慢啲同事就會唔再自己去處理，佢知道你會幫，甚至係佢出問題嗰陣時候你都會幫佢孭，你唔會鬧，去到最後你唔再係一個做決策嘅人，你會變成一個負責承擔結果嘅人。而當一個管理者失去界線，佢失去嘅就唔止係時間，係權力。商業嘅世界都一樣，如果一樣嘢隨時都可以得到，仲會唔會俾人重視呢？所以分寸感呢一本書其實唔係淨係講緊人際嘅技巧，佢係一種結構嘅判斷。你點樣去安排距離，就係你點樣去安排價值。你幾容易被得到，就等於你幾容易被忽略。無論係關係、商業定係管理，其實都係同一樣嘢。你係唔係一個需要被選擇嘅存在？但係同時都要問一條更加難面對嘅問題：有冇可能呢一段關係唔係你做得太多，而係對方本身唔會選擇你呢？分寸感呢一本書可能唔係教你點樣去維繫，而係幫你睇清楚呢段關係係咪對等，係咪成立，係咪健康。一段健康嘅關係唔係你做多定少，而係你褪後一步佢都仲會喺呢一度。如果你一褪一步，呢段關係就消失，咁其實你之前做嘅到底係維繫定係死頂呢？去到最後你可以問自己一條問題：你而家維繫緊嘅關係係因為對方重要啊，定係因為你本身已經投入得太多？有時候你放唔低嘅唔係一個人，而係你曾經投入過嘅自己。分寸感呢一本書講嘅可能只係一件事，就係你唔需要一段要你不斷證明自己價值嘅關係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哋下一次再講下一本書。拜拜。